叶姐姐，帮我教训这个臭和尚。无心法师，我找你来，不是要你拿千洛开玩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千洛了，我说雷无杰，行了吧？我那小兄弟雷无杰，可不只有少年气，他的好，你才见识不到一半呢。这与我无关。哎，雷无杰还有哪些优点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他呀，不仅人傻钱多身材好，而且天生玲珑心。如今他对你动心，一瞬便是一生。这一夜就这一句话，你却盯了那么久，还说不好奇。不要欺负我两个妹妹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蕊姐姐有勇有谋，将那唐林兄拿捏得死死的，小僧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若是叶姑娘和千露姑娘能有蕊姐姐一半的机智洒脱，小僧现在怕是已经当干爹了。